双十连假有真侪人来到台南观光，无法局统计，这游客人数拢创新高，高级甲各园区的门票收入超过200万。若刷落来，高雄有演唱会，台南嘛有音乐节，即马饭店的订房率已经有8成到9成。 双十连假，侪家长带囡仔来耍这大型芭比场的出流浪，这是山上辉恒水稻博物馆6周年馆庆活动。那安尼市区的水高社文化园区，嘛有艺术表演、亲子体验，嘛请超过2万人来遮佚佗。台南市文化局初步统计，连假3天，整个各级门票含各园区的收入超过200万。来府城入园的观光人数，平永年加加成长，创下这几档以来国庆连假同时间的新纪录。特地来台南的时候，觉得台南很多的住宿成本有再增加一点点，对。但是因为台南真的又好吃，东西好吃，然后景点好玩。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古迹园区里面，我们特别推了3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措施，同时入园也致赠火鹤花。 那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持续以文化带动观光。不过，双十连假结束，这阵煞有网友伫网络讨论，台南旅馆的饭店真歹订，佮加上介绍哪像有较悬。经过了解，这场这礼拜17日起购连续办3天的农林节有关联。另外，高雄共这礼拜嘛有 BLACKPINK 演唱会，住宿房间有加歹订，有业者坦白讲，高雄旅客拖来台南订房间，这阵订房率超过8、9成。那这个礼拜比较特别。 这礼拜虽然没有连假，但是高雄有演唱会，那台南也有一些让人记等的音乐季，所以其实也是蛮多客人选择入住。本周的住房大概有到95% 以上了。人会想要有人好耍，啊嘛有演唱会人好听，所以讲人拢会选择讲以咱台南为主要的这个住宿的这个选择高雄办的大型演唱会，咱就是讲咱台南的旅宿业有哪有一寡。 外溢效益啦。那这饭店旅馆房价到底敢有起价咧？管理局回应，拢有定期咧巡查，嘛有消保法咧管控。这阵介绍只是回转来市场机制，并无特别起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